地方市机关表示，讲这市政府有真侪单位拢用生物特征辨识技术，当作是上下班登卡的方式。不过有8个单位说是使用中国制造产品，真有可能会出现治安疑虑，要求采购就要检查，若做有问题，机器拢要换掉。请重按手指。 上下班登卡敢有哪有治安疑虑咧？台北市议员讲，台北市政府有40个部门使用生物特征辨识登卡上班，不过有8个单位使用中国制产品，而且外形甲中资企业上机科技所开发的器材差不多同款。这个公司较早捌互人公布是中共军方的合作厂商，恐惊有治安的疑虑。商机科技它的前身叫做中控智慧，那这个。 中控智慧其实它就是跟中国的解放军来合作，配合来做一些在中国内部的相关的监控。议员要求采购应该严查产地，并且对可疑的机台爱汰换。依照即马中央法规，各机台使用中国厂牌自通信产品，爱去哩中央自通安全作业管辖系统填报相关的资料。不过台北市政府8个局处拢无落实执行。 现在资讯系统上面可能具有联网能力、资料处理或控制功能，这个定义上面会比较复杂一些。那我们这次也会请各机关也在更严格的认定下面，我们去研讨说这些事情这些产品是不是应该要被纳入重新检讨的标的里面。未来的这个改进的措施，或许可以提供，请这个报价的厂商，你要提供给我好的这个进口的报单，可以至少让我知道说它的产地是什么地方。 工务局嘛进一步表示，针对小额采购的部分，未来改进的做法，会请报价厂商提供这个产品产地资讯，并会同资讯局提高查核，也甲敏感度。记者综合报道。